我哋而家做第二式啦，咁就叫做大腿發動機。咁呢一個動作啦，就係鍛鍊我哋大腿嘅前側肌肉啦。咁做多啲呢個運動啦，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坐低起身冇咁困難啦。因為我哋平時坐低起身都會用到呢個大腿前側嘅肌肉。呢個動作咧，我哋會做左腳先嘅，可以將雙手放喺大髀嘅上面，然後慢慢提起我哋嘅左腳，腳趾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，然後再提起我哋嘅左腳，腳趾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再提起左腳，腳趾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提起左腳，腳趾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提起我哋嘅左腳，腳趾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而家係輪到做右腳嘅，我哋可以提高嗰個難度啦，咁就將雙手啦就扶住腳嘅扶住凳嘅側邊啦，咁就將右腳提起，但咧就呢個大髀咧就離開少少張凳嘅，同樣腳尖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落嚟，做第二次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第三次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將右腳提起，腳趾向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最後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放翻落嚟。